说要迫降。迫降？快！谢谢你了。您的耳机。给你。谢谢。安逸，把安全带系上，一会儿飞机要下降了。好。您的耳机。是，机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将，刚刚发现起落架出现重大故障。什么？听着，我们要迫降了。明白。怎么了？机长说要迫降。迫降？快！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我刚刚撞到他了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再煮一碗好了。真的没有烫到你吗？你要不关下牛肉面店。走。飞哈尔滨的飞机要迫降。是安逸的飞机吗？我陪你去。飞机马上就要迫降了，请大家双手抱紧头，缩紧下巴，必要时咬紧牙关，双脚紧踏地板，收紧腹部。我就这样走掉了，那程峰该怎么办呢？慢点啊，小心，小心，慢一点，慢点啊，当心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当心啊！怎么了？医护人员，拿担架来，快，快点！就到了，担架，快点！忍耐一下，不过没关系的，我们大家来帮你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啊，坚持住。没事。好的，好的。喂。很好。好消息，哈尔滨那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，现在可以确定，机上所有人员都没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举着，对，把手举高啊！没事吧？啊？没事没事。大夫，麻烦接一下电话，谢谢啊。哎。喂，姐。安逸。是，我是安逸。是安逸。安逸。我跟你说，我没事儿。好，那就好。好的。你放心吧，再见。谢谢你，大夫。安琪姐，你终于可以放心了。你身上没事吧？慢点啊！一会没事的，别担心。来，把这个手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来。怎么样？脚还疼吗？走那边。没事了。哎，慢点啊！对不起，让一让。不是包好了，怎么还疼啊？哎，你先别管我了，先去给安琪姐打电话吧。这儿这么乱，看看后续怎么处理啊。你快去吧。大夫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。好，你说。我刚刚给家里打了电话，报了平安。我的眼睛呢，只是一个突发的情况，所以等一下有人来问的话，拜托你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谢谢。你好好休息啊，走吧。谁啊？是我，夏仁禄。夏先生。
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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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夏先生你好。我好，我好。一出事故啊，我就托人到处打听，可找到你了。怎么样啊？暂时还看不见。那大夫怎么说？医生说，可能是视网膜破裂，等观察几天才能确认。夏先生，如果我眼睛以后看不见了，那我们之前谈的事情是不是不算数了？不，算数，一样算数。我对合约没什么要求，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吧，尽管说。我要用我爸爸的名字做品牌，关老爹牛肉面。我要把我所有的利润都汇到我姐姐的户头里去。没问题。阿姨啊，我都想好了，在利润上，我会按照最高比例来分配。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的眼睛才对我这么好。阿姨，不是，我是因为你的才干才对你这么好。我都想好了，今后关老爹不仅有牛肉面，我还想推出一系列产品。夏先生，至于以后的事情，我还不敢保证。如果你眼睛真出了问题，你还有聪明的智慧和味觉吧？谢谢你，夏先生。夏先生，我想打个电话。用我的手机。谢谢。喂，姐，是我。安逸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他们怎么说你没有上飞机呢？您放心，我现在和夏先生在一起。我这边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可能要多待几天。等办完了事情，我马上就回去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记得回来打个电话给我，我好帮你订机位啊。哎，还有，打个电话跟程峰说一声嘛，他看你没上飞机，他急死了。知道了，再见。拜拜。是安逸吗？到现在我才放心。阿姨，这么说合适吗？